11場嘅賽事咧，亦都即將開始啦。第11場混合組錦標賽事，第一場初賽 C 組啊。首先咧，第一線路有香港魚龍，第二線路同眾俱樂部，第三線路小宇宙，第四線路西北龍隊，第五線道係國泰航空龍舟隊 A， 第六線道將軍龍，第七線道係香港業餘龍舟會 A， 第八線道係跛記龍 boy 啊！哇！喺混合組嘅賽事咧，大家咧都叮當馬頭喎，見到咧大家起獎嘅速度啦，無論落獎嘅次數啦，都係非常之相近㗎。咁咧，所以咧令至佢哋咧喺幾隊進行比賽嘅時候咧，佢嘅速度咧都差唔多喎。我見到咧係啦，遠遠稍稍帶出嘅咧有小宇宙第三線嘅小宇宙，同埋咧第八線嘅跛記龍 B 隊咧係稍稍帶出個，而第二線咧。係啦，第二線嘅同眾俱樂部咧，亦都已經同第三線路咧叮當碼頭咯喎。好啦，而家見到第二線道、第三線道咧，同眾俱樂部啦，同埋呢個小宇宙咧，咁啊叮當龍頭行得好快啊！跟住咧，但係第八線道咧，阿跛記龍 B 咧都唔輸蝕喎。咦，睇嚟咧，佢哋阿跛記龍 B 啊，同阿小宇宙啊，同眾俱樂部咧，而家好近啊！咁啊，到終點前啊30米到啊，咁啊，第三同二線道啊，好近啊，第八線道唔讓啊，喂，睇嚟呢場賽事238都真係238啦。咁啊，但係跟住咧就第六線道咧就喺一尾場就跟上啦。哇，5、6、7咧又成一個組合啊，似乎佢哋咧都要爭得非常之咁緊啊。跟住就係第四線道啦，同第一線道嘅。